3.2億這個數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外界衡量肖戰商業價值的標尺。每當有代言續約、新劇官宣，這個數字便會被各路媒體不厭其煩地引用，仿佛一串密碼，足以解釋他那驚人的號召力。粉絲們為這個數字驕傲，證明着他的頂流之位固若金湯。觀察者們則對這個數字反覆揣摩，試圖從中推演出娛樂圈財富流動的軌跡。然而，對於那些真正深諳資本運作邏輯、了解跨國版權貿易納幕的業內人士而言，這3.2億不過是一道精緻的開胃前菜，是汪洋大海上那層最顯眼的浮冰。真正決定肖戰未來商業版圖重心，那不足以讓整個行業重新審視其全球價值的大展，從來不在這些擺在台面上的片酬與代言費裏，而是隱藏在一條鮮為人知的暗線之下。那部傳聞中未能過審，卻早已在海外市場掀起驚濤駭浪的電影的海外分賬裏。那部電影就像一枚深水炸彈，在國內的輿論場裏悄無聲息，卻在國際資本的汪洋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它的存在是肖戰團隊棋局中最為隱秘的一步，也是他從一個頂級流量明星向具備全球票房號召力的國際演運蛻變的關鍵一步。那筆隱藏在層層合約與跨國稅務協定之下的巨額資金，才是真正考驗肖戰及其背後團隊商業智慧的試金石，也是他勾別於其他一切曇花一現的流量的最堅實的護城河。首先，我們需要釐清一個在娛樂圈內廣泛流傳，但從未被官方證實過的傳聞，也就是那部未能過審的電影。坊間關於他的傳說版本各異，有的說是一部投資巨大的合拍科幻片，因涉及敏感的未來設定，在國納審查中折戟；也有的說是一部極具作者風格的文藝片，探討的主題過於深刻，未能拿到龍標。但所有這些傳聞都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他對男主角肖戰的塑造，被譽為其演藝生涯的巔峰，甚至超越了那部讓他聲名鵲起的古裝劇。據說片中的他完全顛覆了過往形象，貢獻了一場足以叩開國際電影節大門的表演。儘管這部電影最終未能與中國內地觀眾見面，但他卻奇蹟般地完成了所有後期製作，並且迅速通過了多個國家和地歐的審查，在全球數十個國家上映。更令人玩味的是，這部電影的海外發行方並非中國電影出海的常規合作方，而是一家背景複雜，如好萊塢六大製片龕都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獨立電影發行公司。這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從一開始，這部電影的真正目標市場就不在中國內地。明面上的3.2億，其構成並非秘密，它大致涵合了肖戰在那2年間數個高奢品牌的全球代言費用、幾部頭部劇集的片酬，以及一些商業活動的出場費。以他當時的價位，這個數字雖然令人咋舌，但依然處於行業頭部藝人正常的收入鈎間。這筆錢雖然數額巨大，但其中大部分要經過經紀公司、稅務部門的層層分剝，最終落入個人口袋的，即便不算少，卻也遠非富可敵國。更重要的是，這筆錢是可預見的，是市場對其當前熱度的定價。任何一個接替他成為頂流的後來者，都有可能獲得相似的報價。然而，海外分賬的邏輯則截然不同。它屬於票房分成的範疇，是一種具有極高風險與極高回報的對賭模式。一部電影的海外票房，刨除發行成本、院線分成、當地稅費之後，剩餘的利潤才會按照事先約定的比例分配給製片方。而作為核心主演，尤其是具有強大海外號召力的主演，往往能通過精心設計的合同，從全球票房中分得一杯羹。那部未能過審的電影，其海外票房收益恰恰避開了國內複雜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不必與國內那些三差不齊的影視項目進行對比。它是一塊純粹的國際資本蛋糕。肖戰的海外影響力絕非內娛常見的出口轉納消息營銷。從他主演的《射雕英雄傳》、《合資大姐》在泰國連續2週擊敗好萊塢大片《美國隊長4》蟬聯票房冠軍的實績便可窺見一斑。
該片在全泰票房收入達到2190萬泰銖，是近20年來首部達成此成就的華語電影。這份成績單不僅刷新了華語片在當地的票房紀錄，更證明了肖戰這個名字在東南亞市場具有實打實的抗票房能力。這種影響力正是那些希望打入亞洲市場的國際資本所夢寐以求的。那部未過審的電影看中的正是這一點。他的全球發行策略堪稱經典，避開競爭激烈的中國內地賀歲檔，反而選擇在北美、歐洲、東南亞等地上映。這些地歐的票房數據在中文互聯網上幾乎沒有激起任何水花，因為他們不被納入國內主流的票房統計體系，也很少會有媒體去跟蹤報道一部沒有在國內上映的肖戰電影的海外成績。然而，正是這些沉默的票房，在悄悄掠砌一座金山。肖戰拍揮真不為錢，真為挑戰自己，這類說法在粉絲群體中廣為流傳，甚至有業內人士透露，鄭曉龍導演曾評價肖戰的片酬不高，很便宜。這或苦並非單純的宣傳口徑，而是一種戰略性選擇。在職業生涯的上升期，主動降低國內劇集的片酬報價，既能換取更優質的劇本和合作團隊，如正午陽光等一線製作公司，也能極大地改善輿論環境，錯實其追求藝術的人設。這一策略可謂一箭雙雕，一方面，它可以用低於市場預期的價格拿到如《藏海傳》這類優酷 GAS 級項目的男一號，即便該劇投資規模網傳近為2億，足於古裝劇中的中等水平，但搭載着正午陽光的金字招牌和 Disney+ 的海外預售，其運營收益遠超賬面片酬。另一方面，這種低價高質的合作模式，為他贏得了業內的尊重和更多的選擇權，為他與片方進行海外票房分成的談判增加了極大的籌碼。當片方發現能以極具性價比的固定片酬撐到這位頂級流量時，在海外利潤分配上做出一些讓步，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他在國內拍戲看似不賺錢，實則是在用短期可見的利益去換取長線巨大的回報。那部未能上映的電影，便是這套商業邏輯的終極形態。讓我們大膽推演一下這筆大展的流動路徑。首先，這部電影因為未能過審，在國內無法產生任何票房收入，這使得製片方的回本壓力全部轉移到了海外市場。為了規避風險，他們必須找到一個能在海外市場賣座的核心肉點。肖戰變成了孤注一擲的王牌。在這種情況下，肖戰團隊完全有底氣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分成方案，例如在國內零片酬或象徵性片酬出演，但換取全球淨利潤的30%至40%分成。這在傳統電影工業中是好萊塢頂級巨星的談判待遇。電影最終在全球50多個國家上映，即使每國票房近有100-200萬美元，累積起來便是一個極為可觀的數字。按照虎嗅網援引的數據，2025年國產電影海外總票房達到1.4億美元，約合10億人民幣。在這其中，表現亮眼的《哪吒之魔》同《鬧海》海外票房高達6900萬美元，《射鵰英雄傳》《合資大姐》也貢獻了496萬美元的海外票房。而那部未過審的電影，雖然在國內無聲無息，但憑借肖戰在東南亞市場的絕對統治力，加上北美、澳洲等地的華人觀影群體，以及歐洲藝術院線的長線放映，保守估計其全球票房完全有可能衝擊1億美元大關。按照常規的海外分賬比例，製片方約得40%至50%，再減去高昂的全球宣發費用，淨利潤約達到3000萬美元。肖戰的團隊便有可能分走超過1000萬美元，換算成人民幣，便是近億的進賬。這算近是一部電影的分賬。更何況，《藏海傳》在尚未開播時，便已將海外版權肉給了 Disney+ 等國際流媒體。這種未播先肉的模式，意味着版權收入和後續的點播分成，又是一筆與國內平台完全脫鈎的巨大隱性收入。更深層的影響在於，這筆大展的國際觸性，賦予了它極高的安全性和靈活性。
他游離於國內影視行業稅保政策頻繁變動的環境之外，捉於國際服務貿易所得，可以通過合法的跨境稅務籌劃，安置於低稅率的地歐。這不僅是財富的積累，更是資產配置的全球化。當其他明星船在為了國內一個項目的番位和簽默片酬爭得頭破血流時，肖戰的團聚或府已經在看洛杉磯比弗利山莊或倫敦市中心的新樓盤了。這筆錢是真正意義上捉於肖戰自己的國際硬通貨，不受國內輿論風波、政策調整的影響，是實打實的海外資產。此外，這種成功的海外分賬模式也為肖戰打開了通往國際影壇的大門。他向好萊塢和國際製片人展示了一個信號：肖戰不僅是一個有演技的演員，更是一個能保證全球票房回報的金融產品。這種演員即 IP 即資本的定位，使得他未來有資格參與到更大規模的國際合拍項目中，去爭取那些以前只足於中國影星頭部位置的資源。當然，這種模式的運作需要極為精密的商業操作和強大的法律團隊支持。從合約的擬定到海外發行公司的選擇，再到不同國家票房數據的監控與審計，每一個環節都容不得半點差池。這也是為什麼儘管許多內娛明星都曾試圖複製這種路徑，卻鮮有成功案例。這背後比拼的不僅是演員個人的魅力，更是團隊的國際視野和金融運作能力。肖戰之所以能成為特例，與他背後那位早已洞察行業趨勢，並提前佈局海外市場的伯樂密不可分。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國納市場的蛋糕雖然巨大，但分食者眾多，且受政策影響極大。而海外市場雖然充滿不確定性，但一旦打通渠道，便是一片廣闊無垠的藍海。那部未能過審的電影，或許恰恰是命運贈予他們的一個契機，一個逼迫他們徹底轉向國際市場的轉折點。在國內，它是失意之作，是審查體制下的犧牲品；但在國際資本的天平上，它卻是撬動地球的支點。電影《射雕英雄傳》合資大者，雖然在國內豆瓣評分僅為5.2，口碑存在爭議，但其 IMDB 評分卻達到6.5，海外口碑反而略好於國內。這種現象揭示了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實：審美標準和文化預警的差異，可能使得同一部作品在國內外遭遇截然不同的評價。肖戰團隊顯然深諳此道，他們不再執着於國納某些固化偏見的認可，而是轉向了更看重實際視覺效果和演員個人魅力的海外市場。那部未過審的電影，或許在劇情深度上觸及了某些邊界，但在視引語言和表演感染力上，恰好是符合國際主流審美的。這種場內開花場外香的奇景，恰恰成就了肖戰獨特的商業價值。它可以是一個在國納備受爭議的流量，但同時也必須是海外資本眼中極具投資回報率的中國面孔。進一步而言，這筆大展的存在也徹底重塑了肖戰與國內平台之間的博弈關係。當他知道自己擁有一個數億級別的海外保底收益時，他在面對國納製片方時，便能展現出一種超然的從此感。他不需要為了高片酬去接一些消耗人氣的爛片，也不必為了擁持曝光度而強行架戲。他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能夠磨礪演技、拓寬揮路的項目中，哪怕這些項目投資少、風險高。這種從容是其他被國納商業邏輯緊緊捆綁的藝人難以想象的。他越是表現出不畏錢，他在談判桌上反而越有話語權。他越能拿到那些有深度、有挑戰性的角色，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這3.2億像是一道堅固的防火牆，為他抵禦了國納娛樂圈浮躁風氣的侵蝕；而那不隱藏的海外分賬，則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發電機，為他衝向國際舞台的每一步提供着源源不斷的能源。所以，當我們再度審視肖戰時，便不能再用簡單的頂流或明星嚟定義他了。他更像是一家跨國內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其旗下的核心產品便是肖戰這個品牌本身。3.2億
是這個品牌在國納市場年審時交出的營業利潤，是給股東和公眾看的成績單。而那筆藏在未過審電影海外分賬裏的巨額資金，才是這家公司真正的儲備金和研發經費，用於支持其開拓新市場、研發新產品線，去承受試錯成本。這筆錢的存在，使得肖戰的職業生涯具備了極強的抗風險能力和續航能力。即便有一天國內娛樂圈的風向徹底轉變，即便流量這個詞從褒義變成貶義再變成歷史，肖戰也早已為自己鋪設好了退路，或者說是一條通向更廣闊天地的康莊大道。他可以不慌不忙地等待那部作品在未來的某個電影節上進行修復版放映，也可以繼續利用海外市場的收入反煲國納那些極具個人表達欲的藝術電影。他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不受單一市場制約的全球玩家。那筆大展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全體現在他對整個行業規則的改寫上。過去中國演運的片酬體系是扁平化的，主要是國內片酬加商務代言的義翁列扣。而肖戰通過這部未能過審的電影，成功引入了全球票房分賬這一第三雍道，這無疑為後來者樹立了一個標杆。雖然很難有人能完全複製他的路徑，但他的成功會讓更多一線演運在簽約國際項目時，更有底氣去爭取全球收益的分成權，而不是僅僅滿足於一個好看卻固定的片酬數字。從這個角度看，肖戰雖然磨意，卻實實在在推動了內地演運片酬體系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他證明了中國面孔不僅僅可以作為文化符號點綴在國際大片中，更可以成為主導票房走向的核心偶動力，從而獲得與之匹配的足於頂級玩家的金融回報。當那些好萊塢製片人看到《射雕》在泰國的票房能碾壓《美國隊長4》時，他們就不得不承認，有些市場的觀眾對本土文化符號的忠誠度遠高於對好萊塢特效的崇拜，而這種認知是花再多型消費都買不來的。回到現實層面，雖然外界無法通過公開渠道查證那部電影的具體票房明細和肖戰合約的分賬比例，但邏輯鏈條已經清晰地指向了同一個列論，在明面財富之下，必然隱藏着一個更為龐大的不以國納輿論為轉移的財富暗河。這並非陰謀論，而是商業社區中再正常不過的頂層設計。對於肖戰而言，那部未能過審的電影早已不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把鑰匙，幫他打開了全球資本遊戲的大門。他所帶來的收益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戰略上的。他讓肖戰的職業生涯多了一層難以被攻破的壁壘，也讓他在面對任何風浪時都有一仗堅實的底牌可打。當人們存在熱衷於計算他的代言費是漲了船是跌了，他最新一部劇的網傳片酬有沒有破億時，他或許正坐在某個海外的私人會所裏，與某位國際大盜共進晚餐，輕描淡寫地談論着下一個項目的全球發行計劃。那不嚟自未能過審電影的海外分賬，像是一顆定心丸，也像是一面旗幟，宣告着一個足於中國演運的全球時代正在由他悄然開啟。這難道不比一個單純的冰冷的3.2億數字要迷人得多嗎？